来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大理的仁爱病院，一个妇产科的医师替一个太太来接生，但是这个婴仔一个出世，就出血性休克死亡。法院是判医师甲仁爱病院爱赔偿1400万，这是来引发到医界的不平甲喊话。再起，这个婴仔阿公出面来指控，讲病院当时的处理无妥当、有欠点，这会害婴仔的头壳严重来变形，而且病院到今嘛拢无道歉。这阿公讲，因只是要爱一个合理的公道，1400万嘛换袂转来一个小性命。这个大理仁爱病院是来回应讲，刑事诉讼的部分，法院已经认定病院并无疏失。若民事的判决判赔1400万，这个部分会阁来上诉。台中大理仁爱病院一个姓王的妇产科医师替一个姓林的孕妇接生，所造成这个红婴仔头壳内筋膜出血死亡。法院一审判决，这个医师甲仁爱病院爱赔1400万。姓林的孕妇的家属伫今日出面控诉院方，代志发生的当时隐瞒详细，经过转移了，才发现讲这个囡仔头壳严重的变形。他们在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是一出生就是把整个小朋友都包括送急诊，也一样浴巾全身包裹，只露脸而已。到了中国才知道伤痕累累。针对法院的判决引起医界不满，认为无合理。这个囡仔阿公真生气，认为家属从头至尾，干那要讨一个合理的公道尔，1400万嘛无多换回一条小性命。不了解真相的人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踏法？难道一条生命就这样子结束吗？我要的只是一个公道嘛，你换了一个公道就好了嘛。事发到今，医院都没有针对家属的部分去做合理的慰问或者是合理的赔偿。针对家属的控诉，大理仁爱病院回应讲，院方拢是依照医疗常规进行照护。针对民事判决的结果，院方表示尊重，迈过依法上诉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